咁李安納度呢5年嚟咧，都走緊一個去傳統主角化嘅演員之路，由從前有個荷里活啦，演一個過氣演員啦，到東碌濕嘅激動出軌天文學博士，到花月殺手嘅真小人，一直都搏命咁樣洗得啱出道嘅英俊小生形象，咁都可以話係開拓戲路嘅。咁呢次一戰再戰，究竟佢做成點呢？咁我哋唔急住講演員嗰啲嘢，因為套戲咧其實都有好多嘢可以講。不過咧，我講一講個故事簡介先。咁故事講述咧，李安納度飾演嘅 Bob 咧係一個生活喺美國嘅左派革命分子嚟嘅，咁因為俾人追殺啦，同埋有咗個女嘅關係咧，所以就被逼隱姓埋名照顧個女。咁但係16年過後啦，因為以前嘅敵人咧巡出江湖，而個女咧都失咗蹤，所以 Bob 咧就被逼一邊逃走一邊揾個女。咁故事咧就此展開嘅。咁其實睇呢套戲嘅時候咧，一個令人覺得最震撼嘅位係套戲咧好直接咁將現時美國嘅